羅馬書第3章，照按樣來講，猶太人有馬嘅較贏外邦人呢？割禮又有馬嘅價值呢？事實上，各方面都有。第一，上帝將佢嘅真道交給猶太人，就算佢哋中間有背信嘅，上帝敢會因為按樣就冇信心嗎？當然唔會。就算人人攏總變做化了，上帝還是真實嘅，就像聖經所講：你講話嘅事冇包好做，本人過嘅事天作為人。那係愛道嘅本意，為顯明上帝嘅公義。愛道愛樣辦講呢？上帝執法愛道，係佢嘅本意嗎？愛係照人嘅想法講嘅，當然唔係。上帝那係本意，佢樣辦做得審判世間呢？那係愛講法了，為使上帝嘅真實更加顯明，更加的勇敢。愛愛樣辦講呢？做乜嘅愛喊本人天做罪人呢？做乜嘅唔講？愛到做得行惡來獻身呢？有道人誹謗愛，講愛實講兩種嘅話，佢到受天罪係應該嘅。按樣，愛到猶太人比外邦人較好係麼？當然唔係按樣。愛已經指出，猶太人和外邦人同樣係在罪惡嘅權勢之下，像聖經所講。無義人，連一個滅亡；無聰明人，也無尋上帝嘅人。人人離開上帝，全部行唔出路，無行善嘅，連一個滅亡。佢哋嘅後臉像打開嘅墳墓，佢哋嘅神馬聽講詭詐嘅話，對所傳出來像蛇嘅吐氣。佢哋嘅在充滿惡毒嘅咒罵，惡意害人也係慈人。佢哋做到像彼岸架，無論佢哋去到哪位，就會有破壞到悲慘。佢哋唔知平安嘅路，也無學到敬畏上帝。愛到底法律嘅命令係對法律底下嘅人講嘅，愛本全世界嘅人仆在上帝嘅審判台前，無一啥有話可講，因為無人能靠行法律來本上帝天作義。法律嘅目的係愛使人哋自家有罪，總係掠下上帝樣辦本人同佢有正確嘅關係，已經啟示出來，同法律全無關係。無視嘅法律老眾先知就係證據，上帝本人同佢有正確嘅關係，係因為佢哋信耶穌基督，無論係乜人，只有信基督，上帝將會按樣對待佢哋。因為世間人全部犯了罪，虧欠上帝嘅榮光，掠下上帝白白施恩，通過基督耶穌來救贖佢哋，本佢哋同佢有正確嘅關係。上帝犧牲耶穌做贖罪祭，通過佢流血來死，本人因為信佢來得到赦罪。上帝按樣做，係愛顯明佢嘅公義。先前因為佢嘅忍耐，佢寬容人嘅罪，總係掠下佢承受人嘅罪，來顯明佢嘅公義。按樣，上帝顯明佢自家係公義嘅，也稱一切信耶穌嘅人係義人。按樣，我哋有乜嘅好誇口呢？一時咧咩無？樣辦講呢？係對遵行法律嗎？唔係，係對信來嘅。我哋嘅結論係，人同上帝有正確嘅關係，只有通過信，
唔係通過遵行法律。咁講，上帝但稱係猶太人嘅上帝嘛？佢也咁唔係外邦人嘅上帝嘛？當然係。既然上帝只有一位，佢就愛本猶太人通過信同佢有正確嘅關係，對外邦人也係同樣。按樣來講，我哋嘅信開摩西嘅法律失效，係麼？當然唔係，顛倒我哋使法律更加有效。